安啊，各位朋友啊，好開心啊！今日咧嚟到新亞呢度，可以同大家做一個即係講座分享。咁啊，少咗阿羅博咧，就真係咧，大家可能會相對會悶啲，因為咧阿羅博咧就比較活潑，咁啊有得同佢喺度對談咧，咁可能有陣時會將某一啲問題裏邊可以即係延伸去多啲討論，或者從佢嘅角度嚟睇咧，可能又會活潑啲，將個題目去啊，咁啊冇辦法啦，大家辛苦啲啦，就要聽我嘅獨腳戲啊咁樣。咁我其實咧即係都好開心嘅原因就係咧，其實同即係新亞研究所咧，其實都即係認識咗好耐㗎啦已經啊。咁咧之前都有唔同類型嘅合作。就唔知其實咧就好多類型嘅合作，但係咧今次真係第一次喺度咧，即係做一個嘅即係專題演講，同大家做一個分享。咁啊，今次嘅題目咧都即係我自己就自己就想將自己近年嘅一啲嘅有趣嘅研究啊，不如喺度就同大家做一啲嘅分享啦，咁樣就係有關一啲嘅廟宇嘅管理。咁啊〜本身自己大家會睇到我個即係 title 啦，我本身就係一個環團嘅機構裏邊工作嘅，咁但係我主要嘅部分咧就做有關文化保育嘅工作。咁啊，另外自己本身就係讀歷史出身啦，咁樣，咁啊特別對於香港嘅一啲嘅廟宇文化好有興趣，咁所以就喺呢方面咧就有啲涉獵啦，同埋有興趣啦咁樣。咁啊近年咧亦有即係我唔知大家知唔知而家即係都大啦嚇。即係之前就係公開大學啦，咁樣即係喺公開大學嘅時期裏邊咧，我已經喺佢哋有一個叫廟宇嘅課程啊，就係負責咧，大家今一陣間都會花少少時間去即係會講下依個嘅課程嘅嚇咁啊，咁即係我有份喺嗰度去負責去做教啦咁樣啊，咁樣我唔知在座有冇啲同學係同嗰係收過呢個課程啊？有冇？因為有收過啊！我唔知道有冇教過教過，因為我有陣時咧有一段時間你知啦，就係疫情咧，大家戴住個口罩咧，根本上就認唔到對方嘅，係咁樣咁啊，所以都變咗喺個過程裏邊都有啲嘅新嘅觀察，都想同大家做一啲分享。咁啊，時間唔係好多。個半鐘頭，咁我都想留翻少少時間，有啲互動嘅咁樣。咁啊喺講即係創新呢一部分裏邊之前呢，其實好重要就講傳承。而傳承呢一部分裏邊，我哋好重要就係回顧翻即係過去嘅一啲嘅廟宇管理嘅問題。特別我哋講到就係有關即係大家唔知有冇興趣啊？曾經想過係去做嗰個嘅同廟宇管理有關嘅工作啦，即係我哋俗稱或者我哋而家稱為嘅叫廟祝啦，啊咁樣，咁依個報紙我特登剪出嚟咧就做開頭嘅，亦幾應對到而家依個時候係嘛啊，即係而家話成日話經濟唔好嘛，香港經濟唔好，咁經濟唔好咧喺50年代嗰陣時經濟唔好嗰陣時已經咧有報紙講啦，百業啊。不景聲中啊，多人想做廟祝啊，因為咧廟祝似乎咧就係一個即係一個可以一個收入唔錯嘅一個嘅工作喎，喺嗰個時代啊，咁依個亦一陣間都可以同大家即係分享下，係咪真係即係咁好揾嘅咧？係咪做廟祝啊嗰個？咁啊，但係我哋即係我哋想先咧，俾大家去了解下一啲嘅歷史先啊，咁樣就係我哋講現在，我哋先回顧下過去先，俾大家有少少概念關於嗰個嘅廟宇管理嘅問題。咁過去嚟講，即係我哋講喺皇朝時代啦，皇朝時代對於嗰個嘅民間信仰嘅管制，當然咧佢 focus 即係佢重心去管理嘅，唔會去到咁細緻地去管一間廟嗰個嘅營運，因為你要知道喺個舊嘅時代裏邊，無論係交通、科技等等，你要咁微細咁去管理一樣嘢係好困難。所以佢中國好聰明嘅，佢就唔管你個廟個建築物，佢管係管個信仰，從大處着眼。咁所以喺皇朝時代裏邊，即係
嘅官員嘅睇法嚟講咧，佢係嘗試將嗰個嘅民間信仰將佢分成咗所謂嘅好嘅神，我哋真係簡單嚟講就好嘅神同埋唔好嘅神啊。咁而好嘅神咧就會有即係喺有得到皇上嘅加持啦，當然就有封號啊，有嗰個嘅甚至會入去嗰個嘅屬於納入去官方嘅嗰個嘅祭祀裏邊啊，咁樣藉住皇權去教化百姓。咁當然啦，要入去成為一個嘅政府認可嘅即係神靈，當然裏邊有一定嘅條件啦。咁樣會講。咁另外啦，就係所謂嘅淫祀啊，咁就屬於一啲我哋講啦，就係一啲唔好嘅神啦啊。咁啊，所以咧佢就會禁絕佢哋拜祭。某程度上就係透過控制嗰個嘅信仰係好神定唔好神啊，咁就去處理咗呢個問題。咁但係當然啦，大部分嘅神靈嚟講嚇，就佢哋就既唔會話即係撐，亦唔會去即係去打壓啊咁樣，由佢民間自己搞啊咁樣。咁而其中一個例子大家會比較熟悉嘅啊，咁就係咧就係天后啦。香港裏邊有好多天后廟啊，總有一間喺即係左近啊咁樣。咁而天后嘅信仰同嗰個嘅官方嘅推廣有好大嘅關係。咁特別就係即係我哋要講到喺清朝裏邊啊，佢因為嗰個嘅即係我哋講到就係同嗰個嘅即係台灣啊，當時候因為嗰個嘅福建水師喺嗰個嘅即係台灣嗰個嘅收復台灣呢個嘅戰役裏邊，即係得到好多嘅即係出咗好多功勞啊！咁最後咧，佢就得到連埋佢嘅即係神靈都得到封嗰個封賞啊！咁最後咧，天妃咧都升格為天后啊咁樣。咁呢個咧又係一個幾經典嘅例子。而天后嘅封號令到佢好多嘅地方裏邊咧，從而咧都慢慢咧都改可能有啲廟宇甚至改咗變成主神係天后或者有啲嘅民間為咗表示對於中央嘅支持即係以前點樣表示中央支持嘅一樣嘢，就係奉祀一啲由官方認可嘅神靈咁樣。咁所以咧就反而咧就變咗咧香港呢個地方裏邊都有好多嘅天后廟。所以我哋去理解一個神靈嘅信仰，唔好單純地咧好一面倒就因為天后點解多人信啊？因為漁民拜咯，以前好多漁民所以拜咯。咁呢個不能夠否認依個嘅影響力，但係咧，其實一個信仰嘅興同埋衰裏邊咧，我哋可以從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咁而喺去到差唔多明代裏邊咧，就對於嗰個嘅神靈嘅信仰嘅管理上面咧，就更加明確啦佢就將天下嘅神靈咧，即係分咗即係主要分咗三大類啦就係所謂嘅自然嘅神啦。同地方管理有關嘅神啦，同埋有功於民嘅神，即係話咧以外嘅神咧，有機會咧就變成所謂嘅淫祀咁樣。咁裏邊某程度上反映咗嗰個嘅官方嘅意識形態，就係話依個神靈唔單止係要係一個嘅即係性格上邊。即係因為你要知道，其實咧，如果你睇翻以前嘅一啲嘅宋代以前，特別我講緊宋代以前好多流行嘅神靈咧，其實嗰啲嘅神靈嗰個嘅，即係好多啲，當然流傳於一啲嘅文人嘅小説裏邊啦。嗰個神靈嗰個嘅特性上面咧，未必一啲好正規嘅神嚟嘅佢可能咧都係會作惡嘅，只不過你有嗰個你供奉佢，所以佢俾翻回饋翻一啲嘅利益俾你咁但係呢一啲嘅神靈咧，對於官方嚟講，覺得呢啲唔係一個正統嘅神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加以打壓甚至咧視為一啲異端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去到差唔多明代以後嘅好多嘅流行嘅神靈咧，佢哋嘅
神咧，佢哋都變得咧，即係好正規嘅啊，都係樂於助人嘅，係咪啊？成日都會做一啲即係啊，佢有難啦，佢就會幫你啊。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以前好多嘅神咧，其實就唔係咁嘅啊咁樣。咁甚至我哋規範咗嗰個神嗰個嘅嗰個嘅性質之外咧，甚至佢會規範埋究竟邊啲人可以拜咩嘢神啊咁樣。藉住呢一個嘅規範嚟講咧，無形中咧係希望可以控制到咧，即係喺王朝時代希望控制到咧人民嘅即係宗教生活啦、儀式行為啦，希望咧其實某程度上希望達至所謂嘅社會嘅和諧，同埋咧維持佢哋好重要嘅社會秩序。透過控制嗰個信仰，令到嗰個嘅社會秩序更加和諧。呢個咧係當時候咧喺即係官方裏邊好注重嘅，因為你要知道信仰裏邊其中一個，如果控制得唔好嘅話，就會變成邪教，甚至咧有佢哋可以團結到佢哋一班人嘅話咧，就會成為咗王朝嘅敵人，係嘛？影響到佢統治。咁所以對於王朝時代裏邊咧，其實佢哋咧係非常非常咧係對於呢一樣嘅即係信仰裏邊咧個管理上邊咧係非常之重視嘅咁樣。好啦，咁因為我哋今次唔係講回顧嗰個即係民間信仰嗰個係即係嗰個歷史啊，咁所以我快跳落去咁樣。但係去到一個明清時期都係咁樣嘅。但係去到有一個狀況啦，就係我哋講到咧，去到即係鴉片戰爭之後咧，慢慢隨住我哋講緊咧，即係中國所謂天朝大國不斷受到即係外國嘅侵略之後咧，其實某程度對佢哋一啲嘅傳統文化咧有好大嘅一啲嘅衝擊。咁過程之中，你會睇到，如果讀近代史就知道啦，佢哋嘗試去西化啦，所謂嘅洋務運動啦，係咪？洋務運動咁樣。咁但係喺即係要學習西方嘅技術從而咧可以咧能夠一躍成為咧再恢復翻所謂天朝大國嘅地位咁樣。咁喺即係後來你會知道喺陸陸續續喺唔同嘅戰爭裏邊咧，就見證咗就佢哋嗰個唔能係失敗嘅。舉例，譬如我哋講到即係無論個甲午戰爭啦，一個最明顯嘅一個嘅情況就係連即係當時候嘅喺天朝眼中一個小國都打唔贏，係嘛咁樣。咁所以喺呢個狀態底下咧，大家可以喺嗰個思潮底下咧，開始對於傳統中國嘅傳統文化裏邊咧，產生咗一個好大嘅即係一個差異喺度，甚至覺得依啲嘅傳統嘅思想係令到咧係嗰個嘅中國嘅精神面貌係唔能夠成為當時候西方大國嘅敵手咁樣。咁所以喺呢種狀況底下咧，連帶一啲嘅民間信仰咧，亦視為咗一啲所謂嘅迷信封建嘅一啲嘅行為咁樣。咁甚至你會見到啦，你會見到有一啲嘅一啲嘅官員，甚至係會提倡會將一啲嘅廟，即係我哋講緊一啲嘅廟宇，叫做咧廢廟興學。何謂廢廟興學咧？就係因為當時候其實好多廟宇咧，唔單止淨係一座建築物嚟嘅，佢依座嘅建築物裏邊咧，為咗能夠依個廟宇能夠可以日常可以得到運作嘅話咧，佢需要一啲嘅即係收入㗎。佢點咧？就有好多嘅善信就會捐啲地俾嗰個廟嗰度，咁廟就變咗無形中佢有好多廟產啦，有好多廟產。咁而呢啲嘅廟產咧，就作為咗佢哋嗰個廟宇咧日常嘅即係即係愛嚟俾佢日常嗰個嘅經營啦咁樣。就咁當時候咧，佢覺得要點樣能夠盡快可以推行所謂嘅一啲嘅西化咧咁樣。其中一樣嘢就覺得就透過教育，而教育嚟講，如果純粹靠中央嘅支持咧，係根本冇
咁嘅資源落去做到。咁所以佢哋就諗咗個方法啊，既然咧廟宇裏邊有咁多嘅廟產啊，咁不如就將依啲嘅廟產咧依啲廟產咧就轉為咧愛嚟做教育用途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候咧，一段時間我哋講緊清末民初嘅時間咧，有好多嘅廟宇咧就喺呢個時候裏邊咧就變成咗一啲嘅學校咁樣。咁而啲廟產咧就變成咗作為嗰啲嘅即係辦教育嘅一啲嘅經費。咁所以咧呢個所謂有個廢廟興學嘅即係一個嘅狀況啦，就會出現啦咁樣。咁而呢一種嘅即係思潮咧，直到所謂嘅民國時期咧，都係繼續我哋講緊繼續延續住嘅。咁甚至咧喺民國時候咧，你會見到南京政府成立咗之後咧，佢哋嘅佢哋亦對於呢啲嘅神靈咧係加以一個嘅管理嘅。咁樣其實裏邊某程度上都沿襲咗過去對於嗰個神靈信仰嘅規範喺度。咁當然啦，佢講嘅嗰個對於嗰個嘅神靈點為之一啲值得存在嘅神呢？咁樣咁所以有個所謂嘅神祠存廢標準喺度，就係話喺對於民族發展確有功勳者，對於學術有所發明者係咪啊？有利薄人群者，對於國家社會人民有疾患遇悔興利除弊之事蹟者咁樣，你會見到啦。其實嗰個思想裏邊咧，某程度都係沿襲咗過去皇朝時代嘅管理模式，就係話嗰啲神係要對於有功於人民、有功於社會嘅。咁你先可以繼續存在。某程度上亦係反映到就話，雖然喺官方嘅角度嚟講，即係佢哋係對於民間信仰裏邊咧，其實係存在住，因為佢哋好多當時候特別係講民國嘅一啲嘅統治者，去南京政府嘅統治者裏邊咧，其實好多都係我哋講緊係一啲嘅基督徒嚟嘅，所以對於嗰啲嘅民間信仰咧，係一直都視為封建迷信。咁樣，咁但係你好難一下子徹底地將佢完全取締嘅，冇可能嘅事。咁所以佢只能夠用翻老套路，就將一啲比較係即係有功於社會嘅、有功於人民嘅神靈而唔將佢咧即係視為淫祀咁樣。咁呢個亦會反映到有個狀況。咁所以啦，其實喺講緊喺民國。即係清末民國嘅時候裏邊，亦有好多嘅廟宇好多嘅神靈咧都走難咁樣。其中一個就係大家而家一個嘅大家一個嘅好重要喺香港嚟講好有代表性嘅一個信仰啦，就黃大仙啦今次好似今次呢個活動佢都有 support 嘅喎咁樣嗱喺。所以曾幾何時有西方學者就形容即係黃大仙就係落難神仙咁樣，要走難嘅，要走難落嚟，因為佢唔走難咧，就有機會咧佢個廟都俾人充公完，俾人充公甚至佢信仰咧都會因為咁咧而無法傳承係嘛咁樣。咁關於嗰個黃大仙嘅信仰，今日我哋唔講，但係咧就可以俾你睇，只係用咗一個例子話俾你聽，就話當時候。有好多嘅我哋講緊道堂啦，有啲嘅佛堂啦，好多嘅即係民間信仰啦，都即係都移民啦都嚟到香港呢個地方因為相對嚟講，我哋講緊咧香港當時候雖然係英國人管治，但係對於個信仰嘅管束上邊咧係明顯係開放啲。咁其中有一本書咧都幾大家如果想了解下多啲關於即係喺嗰個時期嘅一啲嘅民間信仰嘅狀態咧，咁樣其實我呢本書都幾好嘅，就係一啲佢剪輯咗一啲嘅舊嘅報紙，一啲嘅舊報，當時有舊嘅報紙。咁另外有一啲嘅學者嘅一啲嘅分析。咁佢呢本書叫做《迷信話語》報章與清末民初嘅移風變俗。咁佢裏邊咧有提到，即係一個當係一個小總結啦，亦係我覺得係喺呢一部分裏邊，就喺皇朝社會裏邊咧，信仰有所謂嘅正邪之分有正同埋邪
好嘅神、壞嘅神咁樣。咁而19世紀末至到即係20世紀初嘅時候，西化成為咗所謂嘅正確嘅新思潮咁樣。咁而信仰就反而係成為咗腐化人心嘅迷信。所以你會見到當時候嘅報章裏邊咧，報章當時係識睇報章嘅人，就屬於一啲比較係即係而家我哋教育普及化啊嘛，係咪咁但係喺嗰個時代裏邊能夠睇得懂報紙嘅人，基本上都係所謂嘅知識嘅分子。咁而喺當時候嘅知識分子裏邊咧，喺佢哋嘅角度嚟講咧，好多嘅評論上面你就會睇到啦。對於民間信仰就係封建迷信，但係去到今時今日，當然啦，而家就唔係用封建迷信啦，我哋叫咩啊？哇！呢啲嘅信仰我哋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啊，係咪？我哋又用咗唔同嘅角度去睇啦好啦，咁頭先講咗一啲嘅背景俾大家了解下，即係過去嘅關於管理廟宇嘅一啲狀況。我哋去睇翻香港對比嚟講，香港即係嗰個嘅即係英國人嚟咗，即係喺香港嗰度建立咗所謂嘅殖民地之後，你會見到佢哋對於嗰個民間信仰呢，佢哋係採取一個相對地開放嘅態度，因為對於佢嚟講，佢哋嗰個嘅殖民經驗好豐富，佢知道呢有啲嘢係唔碰得嘅，或者碰咗對佢係無益嘅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早喺佢哋即係所謂嘅佔據咗港島之後，當時候我哋講緊未打完嗰個嘅鴉片戰爭1841年1月嗰陣時候未打完嗰個鴉片戰爭，但係佢嗰陣時候已經佔領咗當時候嘅香港島。佢哋佔領咗之後，即刻就所謂出咗個公告咁樣。咁裏邊就提到就係話，對於當時候嘅傳統嘅信仰，以至於鄉約規條，一切照舊。某程度上就係希望，你哋唔使驚即係我哋嚟呢唔係要改變啲乜嘅咁樣。咁一個穩定民心嘅一個嘅做法咁但係當然啦，你問我係咪話當時英國人嚟咗之後，係咪就代表佢哋完全唔管所謂嘅民間信仰呢？特別我哋講早期，當然唔係啦。係當有啲咩狀況呢，影響到嗰個社會秩序，或者係令到佢會有產生一啲嘅社會嘅問題，無論係治安、安全嘅意思係咩呢？舉例你搞嗰啲嘅神誕活動，有機會搭棚去成噶嘛如果你處理不當呢，就火燭噶啦，好似馬場大火咁樣，即係馬棚大火大家有冇聽過啦？即係嗰個即係好危險嘅咁樣。咁所以喺唔影響到佢嘅即係統治底下呢，其實某程度上佢默許咗依啲嘅民間信仰呢係繼續呢去流傳嘅咁樣。咁甚至呢，佢哋會利用呢一啲嘅信仰呢一樣嘢呢，去轉化成為佢哋呢一啲嘅慈善嘅用途咁樣。即係舉例啦，譬如當時候我哋講緊保良局保良局其實保良局大家唔知道啦，即係而家大家對於保良局嘅想像就係星光熠熠耀保良係咪？都我諗大家可能都少啦已經，即係睇電視都少啊嘛而家係嘛？咁可能對於保良局咧，就大家會知道佢就係一啲好多元化嘅一個嘅即係慈善團體啦，好大啦，即係簡單係好大啦，或者佢都有幾多有名嘅學校啦係嘛？即係佢旗下都有幾多有名嘅學校啦咁樣。但係佢本身嘅本業咧，原身係所謂嘅寶赤安良啊嘛，即係嗰陣時關於即係喺即係我哋講緊殖民地我哋講緊1870幾年嗰陣時候嗰陣時候差唔多開埠差唔多30年啦，咁當時候嘅嗰個拐帶風氣非常之嚴重，所以佢哋特別就成立咗一個慈善組織
咁咧就專係咧去處理呢啲嘅狀況。咁特別我哋補赤就係小朋友安良就係良家婦女咁樣。咁本又最一樣。咁而當時候佢因為咧佢哋嗰個嘅即係資源唔夠啦咁樣。咁佢後來佢哋佢而家第3代㗎啦，嗰個嘅總部就喺銅鑼灣，大家知嘅可能禮頓道係嘛？咁而佢嗰個嘅即係第二代喺邊咧？第一代咧就喺東華嘅，黐住東華喺當時係東華醫院入邊嘅，係啦。咁後來咧因為唔方便啊嘛，始終喺個醫院入邊，咁有啲小朋友喺度呱呱叫。另外出入有咁多嗰啲被拐帶嘅，好多時都係會變即係捉咗去，好多時就要即係妓女咁樣，咁所以好似唔係好方便啦。咁於是咧就移師搬咗去邊咧？搬咗而家嘅廣福義祠廣福義祠嗰個差唔多個位置嗰度啦。廣福義祠就重建嘅喺個位，但係其實以前咧，個地段係好大嘅，我講緊廣福義祠咁樣。咁但係佢為咗要維持佢哋嘅收入，咁點算呢？咁樣咁政府就恩恤啦，我哋叫恩恤啦，就係咧就可以有啲嘅慈善團體，唔係一啲嘅神誕嘅組織，佢要舉行一啲神誕嗰陣時候咧，佢哋咧就可以咧捐錢俾嗰個嘅保良，然後保良咧就會發一張即係個回條俾佢啦。咁呢個咧就作為咧佢哋咧嗰個嘅批准即係可俾佢搭棚。做戲嘅一個嘅即係批准嘅一個嘅即係方式啦咁樣。咁某程度上咧，呢個即係類似牌照費啦，即係嗰個你容易理解啦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啦，即係話咧，我哋會見到呢啲嘅神誕嘅活動裏邊咧，佢哋就會變成咗一啲嘅某程度上將佢哋某一啲嘅支出。成為咗就係一啲嘅慈善用途嘅作用咁樣。咁而對於廟宇管理嚟講，喺即係20世紀初裏邊有2條條例係好重要嘅，係對於成個即係廟宇，即係香港我哋講緊香港嘅廟宇好大嘅影響嘅，就係嗰個文武廟嘅條例啦，就喺1908年嘅文武廟嘅條例。咁其實文武廟本身同東華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啦，其實好係非常之密切。其實基本上你會可以理解就係話搞文武廟嗰啲人同東華嘅人咧，好多都係同一班人嚟嘅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嘅關係已經好密切啊，不嬲都係好密切㗎啦。好多時佢哋都會將一啲嘅即係所得嘅有啲嘅即係錢咧，就會捐去東華嗰度等等咁樣。不嬲有，只不過咧呢個條例某程度上將佢正式將嗰個嘅廟宇納入去東華去管理咁樣。咁所以呢條條例裏邊嘅狀況，咁而佢當然啦，佢有規定咗嗰啲嘅文武廟裏邊嗰啲嘅即係嘅收入，佢會愛嚟做一啲嘅慈善用途啦，就唔可以當係東華嘅純粹收入就嗰啲嘅人去分啦，唔可以呢樣嘢啦咁樣。咁所以就有一個嘅規條喺度，即係某程度上就係將嗰個嘅廟宇裏邊將佢被嗰個嘅慈善團體所擁有之後，轉化成為一啲嘅慈善嘅用途咁樣。咁而呢個條例嘅成立咗之後咧，其實到即係20年之後咧，再有一條嘅條例正式出台啦，就係所謂嘅華人廟宇嘅條例。華人廟宇條例。咁而當時候點解會有依個條例嘅出現呢？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學者有唔同嘅一啲嘅討論嘅，關於呢個條例點解會出嚟。咁其中嚟講呢，都係啦，我哋講緊都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咁其中有一個嘅狀態就係不能不承認嘅，就係當時有好多嘅關於廟宇嘅管理權嘅一啲嘅訴訟嘅出現。咁樣，咁因為你要知道啦，開埠咗一段時間啦，慢慢啲人就越嚟越多啦，咁啲街坊就可能起咗間廟啦，即係通常咧好多時候就街坊起咗間廟啦，咁起咗之後咧，咁相安無事啦，咁慢慢人越嚟越多啦，善信越嚟越多啦，咁自然咧就有累積到一定嘅一啲嘅香油啦，咁樣，咁大家可能就會慢慢就會覺得喂。
到過10年10年20年冇事，可能過30年之後就有事啦。可能原身去管理嗰個廟嗰啲人咧就都過世啦。同埋你要知道以前嘅時代咧，我哋講香港嘅時代嘅流動係好迅速㗎。咁樣，咁甚至咧好多人即係其實都即係唔係話咁長命嘅咁樣，咁所以有好多廟宇咧就荒廢咗，好荒廢咗咧就俾其他人就攞咗嚟自己去即係經營，咁變咗原身有份捐錢嘅，可能啲街坊就覺得喂，點解你又關你事？呢間廟你又冇份捐錢，點解你有好多依啲嘅訴訟嘅出現？咁所以當時候佢哋嗰個嘅華人廟宇條例嘅出台咧，某程度上你會見到嗰啲條例裏邊咧，反而唔係話管理你究竟你個廟裏邊擺放邊啲神靈，佢冇一個嘅呢個，反而佢着重係講緊嗰個嘅即係關於個廟裏邊嗰個廟產嗰樣問題咁其中裏邊佢又有陣時最直接嘅方法就係由嗰個嘅即係中央處理啦，嗰個狀況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喺華人廟宇條例裏邊咧，某程度上就係將某一啲嘅特別係將咗一啲嘅市區嘅廟咧，就收歸咗去即係話喺後來成立嘅華人廟宇委員會裏邊咧去管理。咁而佢哋所得嘅收入咧，就落翻去地區裏邊咧做一啲嘅即係慈善啦，或者佢儲定啲錢攞嚟做維修啦等等嘅狀況。咁但係就會好容易就會產生咗好多關於業權嘅問題。咁所以而家基本上咧，華廟會主要係管理咧係佢轄下嗰24間廟嘅啫。咁如果我哋從呢個嘅華人廟宇條例成立嘅背景去睇翻之後咧，我哋從政府嘅角度嚟講，佢哋個廟宇嘅管理上邊咧就分咗3大類啦，就係有所謂嘅直轄管理、委託管理同埋咧註冊廟宇咁樣。咁直轄管理嘅管理就係其實有成24間嘅咁有好多咧，大家都相當之知名嘅咁樣。咁而佢管理方式咧，主要就係用外判形式，用競投嘅方式，就委託嗰個嘅即係廟祝去負責佢日常管理咁而好多間廟都係喎，而家即係有好多特別係市區我唔知大家有冇睇。有去呢啲廟宇嗰度去拜拜啦咁樣譬如大坑啦。咁如果最出名嘅，大家可能知唔知呢度呢24間邊一間裏邊咧最多香油你呢度冇文冇廟喎最蓮花宮 OK， 有啲人講蓮花宮紅磡觀音廟咁樣。OK， 咁車公廟睇報紙都睇到啦，即係嗰個咁樣。咁所以都即係喺個直轄廟裏邊咧，依24間裏邊咧，其實有好多間都相當知名，同埋咧應該啲香油都唔少嘅咁樣。好啦，咁當然啦，譬如舉例啦，譬如話呢個筲箕灣嗰個嘅城隍廟。但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有一間就近住筲箕灣嗰個電車總站對面就係啦。咁樣最初係福德廟嚟嘅，後來咧佢哋就覺得哇好有趣到70年代嗰陣時，佢哋覺得哇依間廟都有啲嘅即係有一啲嘅即係都日久失修啦，咁諗住要重修啦。重修裏邊咧，於是大家就覺得哇發覺咧港島區好似咧冇一間城隍廟喎，咁樣好似唔係好得喎，咁於是咧就將個主神都轉咗，因為本身係福德嚟嘅，就轉咗去做城隍咁呢個又係幾有趣嘅一個案例好啦，咁另外咧就係第二種咧就叫做委託管理。委託管理咧就係話咧即係喺即係過去咧，因為好多嘅廟宇咧，其實原身都係有因為唔同嘅原因，由唔同嘅組織咧去管理嘅咁樣。咁但係依啲嘅管理上面咧，係喺嗰個條例底下咧，你需要咧係有一個嘅即係受到嗰個條例嘅規範底下咧，喺
某個喺行政嘅層面上默許咗，即係認許咗你你嘅團體去管理翻你嘅廟宇咁樣。咁啊當然啦，大家會見到啦，其中包括咧就係我哋講緊嗇色園啦，嗇色園就管理嗰個嘅黃大仙廟啦，係嘛咁樣。咁另外其實你唔知道喎，其實喺香港嚟講，最多管理即係委託管理廟宇嘅組織係邊個咧？另一個嘅大嘅善團啦，大家冇諗過嘅喎，就係咧東華三院喎。因為有好多人咧會搞錯咗，我發覺咧就會搞錯咗好多廟嘅，大家諗住咧文武廟梗係華廟會嘅啦，咁樣其實唔係喎，係東華管嘅喎，咁樣。咁因為文武廟本身係有嗰個文武廟條例嘅嗰個嘅情況啦，咁所以基本上文武廟係東華嘅嗰個嘅管理㗎啦已經。咁但係其他佢仲有好多嘅廟宇嘅喎，包括我講緊油麻地嘅廟群啦，係嘛？大角咀嘅洪聖廟啦，灣仔嘅洪聖廟啦，山東街嘅水血宮啦，同埋慈雲山嘅觀音廟，都係咧東華咧去即係管嘅咁樣。咁好多時候其實你要知道咧，特別咧我哋講緊有啲廟宇咧，其實唔係東華想攞嚟管嘅。特別喺未有文武我哋未有華廟華人嗰個華廟會嗰個條例之前咧，有陣時咧政府咧冇嘅，佢見到你即係佢有兩種原因嘅，一種咧就係即係佢覺得將間廟俾你去管，某程度上嗰啲香油咧就可以 support 到你去做一啲嘅服務啦咁樣。即係舉例，譬如油麻地天后廟就係啦。佢見到哇嗰陣時未我哋未有三院嘅有所謂東華、廣華、東華東院。嗰陣時係廣華醫院嗰陣時候即係成立咗啦咁樣，咁佢都需要有一啲嘅比較穩定嘅收入㗎咁樣。咁於是咧佢就將油麻地嗰個天后廟咧就交咗俾即係嗰陣時有廣華醫院啦，即係後來而家東華三院咧去管理啦咁樣。咁佢就只不過沿用咗所有文武廟嗰個嘅方式去處理咗咁樣。咁總之就係咧好特別嘅，就係東華三院咧係即係擁有咗咧係有唔少嘅廟宇咁樣。咁另外一種啦就係最多嘅喺嗰個嘅即係華廟會個網頁其實有㗎啦，已經就係有㗎啦。就係咧佢有登記，有所謂嘅註冊喺華廟會嘅登記註冊就有300幾間。咁但係當然咧，你知道全香港梗唔止有300幾間啦嘅廟宇啦，係咪1倍都唔止啦，係嘛咁樣。咁但係咧真實嘅數字其實都冇人統計過。咁試過有一啲嘅官方文獻裏邊顯示就話有600幾間咁樣。咁但係我對呢個數字裏邊我都有存疑嘅咁樣。咁好難數到咁樣。但係咧更多嘅咧係所謂嘅冇註冊嘅。但係冇註冊係咪代表唔合法咧？唔係喎，冇話冇註冊就代表唔合法嘅。所以其實基本上係好多廟宇係冇註冊嘅，亦冇一個規範一定要你註冊咁樣。所以你會見到啦，就係基本上咧就係呢3大類啦。咁舉例冇註冊邊間咁樣，其中就係啱啱今年即係啱啱今年咧先開光重修開光嘅一間廟，關大德元帥廟。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個廟，應該都冇，應該冇嘅呢個喺一個嘅地方喺邊咧？喺西貢話大家諗下，西貢有咩？西貢唔係得協天宮同埋天后廟嘅啫咩？係嘛？唔係西貢市中心，係西貢近未入到去西貢市中心蠔涌嗰度。蠔涌唔係得車公廟嘅咩？車公廟隔離咧有個叫綠尾村，咁就係啲潮州人聚居嘅。咁呢個咧係一個嘅潮州嘅本地潮州神，應該咁講，應該用因為喺潮州裏邊都冇呢個神嘅。咁只不過咧係佢度依度聚居嘅人咧去供奉嘅一個嘅神靈嚟嘅咁樣。咁佢依間都係一個即係冇做註冊嘅咁樣。咁原身好得意喎，依個神靈都幾有趣嘅喎。嗱，大家會睇到依個咧就係一個嘅佢每年佢哋都會搞嗰個嘅盂蘭勝會嘅
咁樣。咁而家呢一個位置其實而家 show 晒出嚟呢個位置裏邊咧，佢個廟嘅位置其實而家已經咧係搭晒嗰啲所謂經棚啊，嗰啲辦事處嗰個而家呢個位咧，其實已經咧已經係即係填晒海嘅，對出嗰度已經填晒海㗎啦，就變成咗咩地方咧？康湖居咁樣。咁而嗰陣時候咧，嗰個嘅地方咧，即係睇翻咧個廟啦，呢個就係嗰陣時嘅廟仔啦，細細間嘅啫，土地廟嚟嘅。佢嗰陣時咧就叫福德廟咁樣，福德廟咁樣你見到啦，就係嗰啲棚啦，嗰陣時嘅棚啦。咁啊，點解有呢張相咧？你要多得啲即係日本嘅學者啦，叫田重一成即係我哋如果研究打醮、盂蘭、神誕有陣時咧好多嘅反而即係禮失求諸野，有陣時候好多反而係外國嘅學者嚟到香港嗰時候咧，做咗好多嘅一啲嘅田野考察記錄咁樣。亦有保留咗好多啲珍貴嘅相片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啦，即係當時候咧嗰個嘅調翻轉嚟問翻當地嘅人，佢哋都冇冇依相啊。因為你要知道以前你相機好貴噶嘛，唔同而家啦，大家手頭上一個即係一個手機乜都得啦，係咪？嗰個時候即係你同埋你喺度做緊嘢都唔得閒影啦，係咪？咁所以反而係啲啲學者嗰度保留咗。咁後來因為要嗰個嘅發展啦，咁呢個廟宇咧，因為都要搬遷啦，咁樣，咁咧就搬咗上去綠美村嗰個位置嗰度。咁你見啦，哇！最初就係細細間嘅啫，最後咧就變大間咁樣。咁而佢呢個神咧，亦由最初佢哋講係福德咧，後來咧佢哋有啲嘅神通嘅人即係有啲嘅感應到咧，就話原來呢個咧大家睇錯。認錯咗，佢唔係一個土地神咁簡單啊！佢咧喺天庭嗰度有職位嘅，佢係元帥級嚟嘅咁樣。咁所以咧就稱佢為關大元帥啦咁樣。咁所以啦，佢哋叫關大德咁樣。上到去即係嗰個嘅即係由康湖居搬咗上去啦咁樣。咁而家就係呢個咧就係佢重修之前嘅面貌嚟嘅咁樣。係啦，咁樣入邊咧，但係雖然係咁但係佢哋嗰陣時候咧都供奉咗個關公喺度，因為嗰個土地就冇相噶嘛，係咪啊？去到關大德嗰度咧，佢有相，咁即係點咧？咁佢哋又覺得咧就應該同關公係咪即係關公咧？咁樣又有一個啦，咁樣咁好啦，係啦，你就見到啦，後來有個關大德元帥，跟住咧都照樣擺咗關公喺度嘅。咁樣好啦，後來咯，到即係疫情之前咧，佢哋又覺得有漏水啦。你知啲你見雖然佢係石屎鋼筋水泥嘅建築嘅廟，咁平時其實佢哋都冇一個即係一個嘅日子去拜佢哋嘅。佢最重要嘅角色係咩咧？就每年盂蘭嗰陣時候咧，佢哋就會請出嚟，即係佢會請個香爐出嚟。然後去即係擺喺個神棚嗰度去供奉最重要嘅角色係咁樣。好啦，後來咧就重修啦咁樣。重修咧就變成而家咁嘅樣啦。而家係咪好大變化？呢個都係，所以某程度上大家講得非常之好，就係話間廟能唔能夠興盛，同嗰個當地嘅經濟。同你管理嗰班人有冇錢係好大關係。而家即係話呢班人咧越嚟越有錢啦，咁所以咧呢班係潮州人，係班潮州人。佢哋同埋咧佢哋你見佢做工咧以前嘅廟宇你會睇到咧就算係潮州嘅廟裏邊，我哋會睇到個潮州廟裏邊其中一個特色就佢負責管嗰啲廟嘅人，你會睇到嘅佢會擺個天地父母大概你知道呢班人咧可能係潮州人嚟㗎啦咁樣。咁但係你唔會睇到嗰個都係因為本地化咗，你會見到佢個廟宇嘅形制上面都係嗰個形式嗰度都係嗰班人。但係今次唔係呢班人係佢唔單止要重建呢間廟，甚至咧佢覺得有個使命，要將潮州嘅文化帶到落嚟。咁所以你會見呢間廟裏邊咧，根本係用咗潮州
啲廟嗰啲嘅建築嚟嘅。你會見到啦，你睇嗰啲做工啊嗰啲咧，其實好似台灣嘅，係啊，你會見到好似台灣嘅嚇，因為都有一水係走去台灣，佢哋嗰啲廟嗰個形制基本上又係差唔多咁樣，咁啊，但係依間廟其實唔係好大嘅，所以你會見到就係裏邊嗰個啲裝飾咧就好誇張嘅啊咁樣，咁啊依個亦係我哋會睇到就喺研究廟宇裏邊其中一個角度，就係唔單止研究個神，仲要研究究竟邊啲人去睇住呢間廟嘅啊咁樣，咁啊咁亦你又睇到啦，就係個狀況啦，就係個廟宇點解會越嚟越靚啊？嗰班人有錢咯，好直接嘅啫關係。咁但係喺現代廟宇嘅管理上邊咧，其實面對住咧有好多嘅挑戰喺度嘅。咁啊，我簡單地講少少，裏邊亦係作為一個管理嘅即係管理者裏邊咧，佢時常去面對嘅一啲嘅狀況，包括災禍啦。另外啦，就係民間信仰喺而家依個現代社會裏邊嘅不能夠即係不能夠不去面對嘅狀況，就係信眾越嚟越少，係嘛？另外啦，廟宇有個狀態就係幾年一小修，10零20年要一大修，係嘛？牽涉到錢嘅問題。另外啦，就到你間廟唔錯嘅時啦，又有機會有啲嘅關於管理權嘅一啲嘅爭奪嘅狀況咁樣。舉例啦，譬如講緊災害，對於廟宇最大災害你知咩啊？火啊，冇錯啦，火嘅災害。大家知唔知道最近有間廟燒咗啊？大王古廟啊，而家嘅狀況即係燒到頹垣敗瓦，睇見都心酸啊喺度。因為嗰次啱啱就係有線之前，佢就即係聯絡咗我，就去佢就唔係，當然就唔係問我點咩啦，即係佢就即係佢通常佢即係佢做個特輯咧，通常都要有啲人咧去講下佢背景啲歷史嘅。咁啊，另外佢又揾咗另一個建築嘅專家，就講下點樣復修咁樣。咁啊係咁樣。咁啊，但係對於當時候嚟講，即係我見到嗰隻訪問嗰時候就見到個阿姐。咁啊，個阿姐咧，原來嗰個姐就係負責去即係嗰個廟祝啊。個廟祝佢啊，即係傷心到即係慘啦！即係佢每日都去拜嘅，佢既係善信又係廟祝啊！咁好多鄉郊嘅廟都係咁樣嘅啊，咁樣即係好慘。大家如果想了解下依間廟，可以而家好容易嘅就係上 YouTube 咧，去打翻即係有線嗰咩一線搜查，打翻大王古廟，咁啊可以睇到嗰個即係呢段訪問啦。咁樣，咁另外啦，我哋講緊災，即係我哋講緊嗰個嘅災害。除咗我哋講火災，另外亦有所謂嘅其他啦，譬如打風啦。之前有一啲打過大風係嘛，成個啲樹冧咗落嚟，砸爛咗嗰個廟啦，個廟個屋頂啦，好多咁樣。咁另外一個嘅喺現代社會裏邊喺做民間信仰裏邊，成日都探討呢個課題，就係嗰個信眾嘅減少咁樣。咁呢一間呢係長洲嘅洪聖廟，哇！你一睇到長洲嘅洪聖廟。咁長洲洪聖廟而家係華廟會管理嘅，華廟會管理。咁其實曾幾何時呢？呢間廟呢係非常之興盛，非常之興盛。而點解呢？就係嗰個嘅廟祝犀利咯，即係所以我哋喺度講廟宇管理裏邊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咧，就係個廟祝。因為個廟祝唔單止淨係如果一個真係出色嘅廟祝啦，就唔單止淨係幫手換下香打掃下咁簡單。其實佢有一個好重要嘅係作為神靈嘅代言人。佢點樣可以將？因為好多時候你諗下個廟祝嘅功能唔係淨係做一啲嘅即係純粹做一啲嘅日常開燈熄燈閂門嘅工作嘅喎。如果係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即係你唔需要叫，即係根本你叫個保安員得啦。其實唔需要
唔需要一個叫廟祝嘅人啦，係咪？咁所以佢作為一個嘅神靈嘅中介人裏邊，當然啦，有一啲嘅人咧就比較有啲同個神嗰個嘅關係上邊比較緊密啲嘅，甚至佢有啲神通嘅。咁好多時呢啲嘅廟宇就會喺佢帶領之下就會變得好興盛。原因就係佢會唔單止聯繫咗嗰啲嘅信眾，甚至佢能夠藉住佢嘅神通，能夠將神靈裏邊嘅神能咧發揮到極限啊咁樣。咁所以曾幾何時呢度有個廟祝叫唐二姑啊，好犀利嘅。好多當時好多漁民咧都有咩事就去揾佢噶啦，佢幫佢解難啊，解難即係可能啊，即係你要知道好多即係漁民可能啊，裏邊有好多嘅狀況要求救於嗰個神靈嘅，咁而唐二姑就有識做呢啲儀式嘅咁樣，咁所以就哇好興盛。但係當佢去世嗰時候，你知道啦，即係廟都有廟運啊！依個廟宇因為有呢一個嘅個神靈，其實嗰個嘅能力有幾高，其實我哋凡人係唔知嘅啊。但係咧，可以藉住有一啲嘅有神通嘅人，可以將佢嘅神力咧發揮咗出嚟，咁就令到依間廟好興旺啦啊咁樣。咁而佢嘅即係離世之後咧，依間廟亦因為咁而衰落。咁啊，所以啦，而家衰落到個狀態係點咧？咁樣變成咗所謂嘅一啲嘅華廟會裏邊嘅所謂嘅一啲嘅聯營廟啦。何謂聯營廟咧？嗱，你知啦，頭先講過佢哋所謂直轄管理嘅廟宇裏邊，就將嗰個嘅管理權外判啊嘛，外判。咁啊，自然啦。咁有啲廟你大家頭先識講啦。如果俾你揀管一間廟，咁你梗係揀幾大架車公啦，係嘛？有啲係話紅磡觀音廟啦，係咪啊？咁樣啦，咁啊當然啦，你識咁諗啊，人哋都識諗噶嘛，係咪先？咁啊自然啦，俾你種嗰個好嘢，都要咧搭件豬頭骨俾你嘅咁樣，咁就所謂嘅聯營廟啦。咁樣就係咧如果你競投咗嗰個嘅玉虛宮，咁啊連埋嗰個嘅洪聖廟咧都要一齊負責管理埋啦。咁通常我哋講緊而家嘅即係外判出去嘅時候咧，當然佢唔係淨係一個人嘅，好多時候佢哋有個團隊嘅咁樣。咁呢個亦係我哋會睇到嗰個嘅信仰嘅挑戰啦，就係嗰個信眾嘅問題。另外啦，維修咁樣，即係呢一間咧就係即係樟樹灘嘅協天宮，啱琴日就崇升大典今日咧就嗰啲就開光咁又開光咁樣，咁間廟而家整到好靚噶啦咁樣。因為我啱啱咧就係即係幫佢哋咧就做咗個廟字啱啱做咗個廟字，啱啱琴日出嘅咋，真係呢個呢個廟字。我呢本書係送俾阿所長嘅，所長你指點下咁樣咁做個廟字，因為我發覺咧香港咧即係做廟嘅研究都有，唔算好多，即係近期都多咗㗎啦已經。咁但係咧做一個廟字咧就好少喎，即係專係一間廟嘅廟宇嘅即係記錄係好少咁但係作為一個嘅即係研究者啦咁樣，咁我當然就唔係淨係純粹聚焦咗喺嗰個嘅即係嗰間廟嗰度啦，係透過個廟去講成個社區嘅發展，其實個關係喺度㗎，會睇到咁所以啦，我哋唔好再賣廣告啦。咁咧即係個廟裏邊即係嗰個嘅維修嘅問題係一個好大挑戰嚟嘅，好大挑戰。即係舉例啦，譬如即係一啲廟宇裏邊失火咁樣，咁佢哋嘅狀況就係話，如果佢哋要去再重修翻呢間廟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嘅費用係非常之昂貴，一般平民百姓係負擔唔起嘅。所以啦，
有機會就舉例啦，如果佢哋係有評級嘅，有機會可能就變成咗又係屬於一啲嘅古蹟嘅，佢哋可以去發展局嗰度去申請嗰個維修嘅基金啦，嗰個建築嘅維修基金啦。如果唔係嘅話，佢哋都可以去華廟會嗰度同佢哋傾啦咁樣。咁但係有機會咧係會嗰間廟嗰個嘅管理權咧就會交咗俾華廟會啦咁樣。咁所以咧會有呢啲嘅，即係總之嚟講，你就要俾錢。當你要維修俾錢嘅時候咧，嗰個嘅成本負擔係相當之重嘅。舉例譬如話，之前咧蒲台島有間天后廟，大家都知啦。每年嗰個蒲台島天后誕非常之有特色啦，咁樣。咁嗰陣時候，佢哋都試過即係重修嗰陣時候，佢哋自己都即係因為佢哋漁業式微啦，都係嗰個古仔啦，嗰個變咗佢哋要去做維修。純粹靠漁民自己去籌錢嘅話，有一定嘅困難啦。咁啊，同阿華廟會傾啦。咁華廟會話：我最多可以 support 到你咁嘅價錢嘅啫。如果再多啲咧，就要交個管理權出嚟啦。咁樣咁對於嗰班島民嚟講咧，佢覺得即係佢覺得間廟即係佢哋嘅即係自己嘅祖先啊，好辛苦即係籌建出嚟嘅，要交俾人啊。雖然話個管理權，即係佢唔係唔去睇得咁樣，咁但係個管理權攞喺其他人咧，佢自己又唔即係始終過唔到啊。咁最後咧，佢哋都係華廟會有 support 啲，跟住佢哋自己又努力又籌下，咁最後咧就搞掂咗咁樣咯。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嘅 case 嚟嘅，我想講啊咁樣。咁但係有一啲就因為即係嗰個嘅維修啊，或者從嗰冇錢就係交嗰個廟權出去啦咁樣。咁其中一個就大坑嗰個蓮花宮就係呢個 case 啊。咁另外就係我哋講緊廟產爭奪啦咁樣，其實好多廟產爭奪嘅啊咁樣咁啊。不如啦，特別啦，啲車公廟都係啦咁樣。其實不過最近有之前嗰次嘅官司就係即係本身係即係沙田嗰邊嘅同華廟會嗰度去打咁樣。咁但係之前嚟講就係沙田嗰啲嘅即係嗰啲嘅村啊，大家爭奪。咁多數都係咁啊。政府見你又話你嘅，佢又話佢嘅，大家都攞唔到一啲好確實證據。好啦，唔好啦。交俾第三個去管咁樣，咁就個狀態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其實裏邊嘅廟宇嘅嗰個嘅即係繼承啊嗰啲狀況咧，其實同我哋講緊好多嘅有部分咧，特別鄉村啊，好多時候咧都有啲好似我哋講啲寺院嘅狀態啊。可能咧本身負責管廟嗰個係啲老人家嚟㗎啦，可能無兒無女啦。咁啊到臨老嗰陣時，可能有個契仔啦咁樣。咁啊，但係依間廟咧本身就屬於可能屬於條鄉嘅。咁啊，後來咧就嗰個契仔繼承咗之後咧，就自己攞咗去啦咁樣。咁啊，又同嗰啲鄉頭又打官司啦。咁好多呢啲 case， 我哋會睇到好多啲 case。咁呢個亦係作為一啲管理上邊咧，點樣未雨綢繆，避免咗咧即係對於個廟裏邊咧有個嘅即係管理嘅問題出現呢咁樣。咁呢個咧亦係好多作為即係廟宇管理者要考慮嘅一啲嘅狀況啊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啦，喺華廟會嘅，我哋舉一個例啦，譬如華廟會嘅管理嘅模式上邊咧，佢哋就用外判形式啦。咁而點樣外判都需要有一個嘅即係有一個方式。佢話點解俾你唔俾佢咧？咁樣就以用嗰個競投方式啦，所謂用競投價高者得啊，唔係價低者得，價高者得啊咁樣。咁而嗰個價高者得嗰個人咧，就可以自己組合埋班，就成為咗佢負責管理依間廟嘅團隊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即係華廟會裏邊嘅，即係喺24間廟裏邊嘅管理嘅模式啦咁樣。咁啊，所以裏邊佢哋都會有一啲嘅規則喺度嘅。當然啦，佢個規則裏邊係聚焦嗰部分係唔係話點樣去弘揚嗰個嘅信仰係嘛？佢唔會話有個話，而係都係一個嘅用一個嘅管理嘅一個嘅即係制嗰個嘅角度咧去睇啊，即係點樣唔好出事係嘛？即係嗰個狀況
係啦，即係點樣維持嗰個嘅清潔啊，唔好聚到啊，係咪呢啲啦啊咁樣。咁啊，而我哋講緊呢一個嘅即係競投呢個形式咧，即係由嗰個嘅條例通過開始已經係咁樣做法㗎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1930年嗰陣時候嘅報紙，當時候咧就你會睇到啦，就係咧嗰個嘅競投啊係點啊？咁啊，當時候其實原身三太子廟咧就係咧嗰個負責人咧，唔係個廟祝啊。係嗰個負責人咧，其實咧就係即係佢哋個黃耀東，大家唔知有冇聽過用黃耀東嚇？黃耀東即係耀東街，耀東街就用佢命名㗎啦。係啦，咁啊，另外啊，佢有朵嘅深水埗皇帝啊，深水埗皇帝啊咁樣，真係皇帝，即係個意思，即係佢喺呢度裏邊係有好多嘅產業嘅，咁啊其中而家我哋仲見到嘅就係東盧大廈，大家有冇知唔知啊？唔知唔知啦啊咁啊，而家係本身東盧咧係黃耀東嘅嗰個嘅住宅，咁啊後來咧就改建成為咗嗰個嘅大廈咁樣。咁啊，當時候佢哋即係華廟會條例通過之後咧，咁黃耀東就將嗰個廟咧就交俾嗰個華廟會嗰度，佢主動交俾佢嘅。因為其實你要諗下，佢叫佢孭住個職責去負責管理間廟，佢日理萬機其實。不過佢喺當地裏邊又唔做呢啲嘅，即佢又要做呢啲社會賢達，咁啊好忙噶嘛，係咪先啊？咁啊，所以啦，佢都即係順應政府當時嘅要求，咁啊，於是咧將個廟交出去啦。咁而嗰個廟裏邊個，你會睇到個報紙裏邊咧幾得意嘅，嗰陣時個投標啊咁樣，咁係點咧？當然啦，要揾一個地方。喂，你會唔會去一啲嘅去揾個地方裏邊咧？大家最信得過嘅東華醫院啊，開頭。咁啊，當時候咧就3年為一期嘅。咁啊，值得去睇啦。就係究竟邊啲人出價嘅咧？其實都係圍內嗰班人嘅，直到而家都係啊。就係出價者最高就係嗰個文武廟嘅司燭嗰度俾咗幾錢。咁啊，跟住咧就係咧，嗰個條例裏邊咧，雖然話價高者得，佢話所謂嘅價高係一個者得咧，係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標準，但係咧最後咧都要交俾華民政務司去定奪啊，咁樣即係嗰個先咁樣啊。咁啊，睇下會唔會呢啲負責搞廟嗰啲人有啲個底啊問題啊等等咁啊，就可以隨時咧係即係剝奪個資格啊咁樣，係啦咁樣。咁啊，所以啦嗰度咧就到60年代啦，都係差唔多嘅啊，都係。不過裏邊咧佢哋咧就係要交啲錢啊，先交啲錢先啊咁啊，因為你一陣間你話去競投，但係你冇錢嘅，咁啊投係咪叫白頭片啊？係嘛咁樣，咁唔得噶嘛。咁啊，於是咧就要咧嗰個俾一啲嘅即係押金啊咁樣。咁啊，另外啦就係咧要俾嗰個嘅即係要都係啦。都唔係價高者得，係華廟宇委員會咧作最後嘅審核咁樣。咁另外要交錢啦，當然就係。咁另外就係咧，而家嚟講咧，基本上你要知道咧，華廟會直轄嘅廟宇裏邊咧，嗰啲嘅香油咧係唔屬於嗰個嘅廟祝嘅喎，即係都係屬於華廟會嘅喎。咁而邊啲係佢啲收入咧？就係嗰啲賣嘅衣紙啦，做嗰啲法事啦。嗰啲福品啦，嗰啲咧先係屬於嗰個嘅嗰啲嘅即係嗰啲廟祝啦嘅收入嚟嘅咁樣。咁所以佢計數啦，呢個亦係一個狀況，就係話咧你要識計數。咁同埋咧就有所謂嘅經濟嗰個嘅效益喺度嘅，就係話我有幾間廟咧我相對嚟講我嘅個營運成本就會減低啦。即係根據經濟嘅理論係嘛我買啲衣紙都可以大量啲係嘛，
即係要計數咯。所以出嗰個標價嗰度咧，其實係好高學問嘅咁樣。咁所以咧，而當時候咧，甚至會規定咗。我哋講啦，係規定咗咩咧？規定咗咧，你去做嗰個嘅廟祝嗰陣時候咧，佢會擔心，喂，你三唔識七，乜都唔識，你就話去做廟祝，係嘛？咁點得㗎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就會有個規範喺度嘅，就係咧，佢會要求佢會要求咧你要筆試嘅。咁但係有個狀況喎，大家就會覺得其實，喂，筆試啊，我識得做廟唔代表我識字好多㗎喎。會唔會啊？即係同埋會唔會即係我識做廟唔代表即係我識答你題目㗎喎，係嘛？你啲題目會唔會有時深有時淺㗎咁樣？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有詬病啦。咁啊去到即係大概即係10年前嗰陣時候咧，開始咧就會當時候咧即係都受到一定嘅壓力啦。當然咁啊，最後咧佢哋咧就同當時嘅公開大學就搞咗個課程。讀咗個課程就可以豁免咗個筆試。咁所以嗰陣時候咧，我啱啱嚟嗰陣時候去教嗰陣時咧，就會見到咧有一啲真係好多嘅係同廟宇相關工作或者有意想競投廟嗰啲人就會嚟讀啦。咁但係後來慢慢過咗好幾屆之後咧，就反而多咗一啲係對廟宇文化有興趣嘅人啦，有啲有興趣嘅人啦嗰啲咁樣咁啊，或者有啲係從業員，或者佢本身就係廟祝，佢本身係廟祝，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係除咗去教之外咧，我自己即係有陣時教學相長又俾我了解多啲嗰啲行情。了解到一啲狀況咁樣，咁其實當時候去做呢個嘅課程咧，嗰陣時候咧，即係由佢創辦嗰時候，我都已經有參與。原因就係咧，好奇怪嘅，因為你知啦，無端端要搞個廟祝課程，大家唔知教乜嘅係。你諗下，即係就算嗰陣時嘅公開大學係唔知道嘅，依個課程嗰個統籌咧，依個統籌咧。佢本身佢都唔係做開個範，佢負責統籌啲課程㗎嘛，咁樣，咁所以就非常之頭痛。嗰陣時候佢要負責咁樣，咁佢要設計個課程出嚟。咁佢有個朋友識個朋友，個朋友就識我，咁啊於是咧就話即係不如你好似你都有對呢方面有啲研究喎，咁可唔可以幫下手啊？咁樣，咁於是咧就即係後來咧慢慢就會即係構思咗一個課程出嚟咁樣，咁我又有幫手去揾啲究竟邊一科裏邊搞邊啲適合邊啲導師，因為咧，所以好得意嘅呢個課程裏邊咧，唔係一個導師去專任㗎，係有好多導師啊。因為咧，每個範疇裏邊咧都有一啲嘅相對對呢方面嘅題材有研究嘅人，咁所以咁就係揾咗嗰啲人去做咯，咁樣。咁啊，其中我就負責其中幾堂嘅啫，我負責幾堂就係其中就會帶佢哋一個 field trip 啦，就去睇嗰個嘅即係參觀咧深水埗咁樣。咁啊嗰陣時點解參加深水埗好簡單啫？因為深水埗就有3間廟，就係華廟會館嘅，咁啊最好咯，睇下咯咁樣。咁啊嗰度有武帝廟、有天后廟同埋三太子廟咁樣佢去睇咁樣。咁所以嗰度都裏邊都有唔少人係其實係同做即係有機會係做廟宇有關嘅人啦，或者佢係做佢本身係一啲嘅喃嘸啦，或者佢哋係做殯儀啦，好多嘅總之都係一個即係喺我角度嚟講，呢個課程重要，我都同嗰啲學生講嘅就話：喂，你最重要咧唔係聽我哋噏啲乜嘢，最重要你識嗰啲人啊，自己埋班可以。咁啊，後來真係咧有其中而家華廟會嗰度咧，其中我應該仲係嘅，就係佛堂門嗰個嘅嗰個廟祝咧，就係讀咗個課程，咁其實係都有成功個案嘅。都有成功個案嘅，因為其實好難㗎。我想講緊，你淨係計條數都好困難㗎啦，係啊。咁後來甚至因為呢個都幾成功啦，因為好多
相關有興趣嘅人諗住可以讀完之後真去競投啦。咁啊後來即係我去講嘅時候，我話唔係咁容易㗎咁樣啊咁樣，咁可能自己我話你不如自己搞啦咁樣，自己搞個廟我覺得仲容易啲咯，我話啊咁啊但係就真係越嚟越多，咁啊甚至咧佢進階咗，做咗一個管理課程咁樣咯。咁所以你會見越嚟越專啊啲嘢，越嚟越專咁樣。咁咧而家甚至咧個課程你去到咧要係讀200幾個鐘嘅。咁嗰個課程裏邊咧就變咗就要再深度啲，因為好多嘅讀咗初階嗰啲咧，你有冇讀進階咧？有冇？冇讀進階。OK。咁有啲進階啲人覺得咧就唔夠深入啊，因為每個導師可能即係講幾堂㗎嘛。哇！覺得好似唔到喉唔到肺咁樣，咁所以咧就於是咧佢哋就話再深度啲咁樣，咁啊係啦，咁變咗咧呢度，咁我喺嗰個過程裏邊咧，我有諗過嘅，就係話咧，如果純粹講好多理論嘅話，再講多好多知識嘅話咧，我覺得都唔夠你咧去實踐咁清楚。咁於是咧就揾咗咧東華，東華好好，東華真係好揾幫手，佢哋就俾嗰啲嘅學生分組去唔同嘅廟裏邊去實習，雖然得1日啫，但係實習嘅意思咧就真係跟嗰啲有經驗嘅廟祝去教你去做嘢。咁點解可以咁樣做咧？呢個亦同嗰個東華嗰個管廟嗰個嘅制度有少少唔同咗，因為之前咧其實東華咧都係用所謂嘅投標制度。好沿用壞，但係佢喺近依即係依10年咧，佢又改咗個制度，就係咧佢逐漸咧將佢收歸翻中央，然後咧直接去聘用一啲嘅管理人。點解咁樣做咧？佢哋有個邏輯喺度，佢就覺得咧好多時候佢哋想搞一間廟，搞好間廟或者管理好間廟咧，好困難。如果你透過投標嘅話咧，嗰啲人咧佢好多時佢就用咗佢自己嘅諗法去管啦。咁你既然你外判咗俾佢，你好難干預噶嘛，好難干預到佢嘅運作噶嘛。好多時候你變咗就冇辦法咧，將你某一啲嘢做好佢。咁所以佢就變咗咁。東華大把錢啊嘛，唔使擔心啦咁樣。咁要直接去聘用。咁變咗咧喺依個課程裏邊咧，我就可以安排咗一啲學生咧，直接落去嗰個廟嗰度咧，去俾佢哋實習啦。咁樣即係佢哋係傾囊相授，簡單到點樣掛嗰個塔香都係一個技巧。原因就係點解咁多火燭咧？就係佢掛唔識掛塔香啊，好容易咧掛冧咗落嚟，咁燒嗰啲嘢，咁就成間廟就嘣一聲冇咗咁樣。咁所以咧就甚至佢哋有嗰個獎學金佢哋咁樣係啦。好啦。講快啲先咁頭先你會見到就係而家嗰個管理模式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我哋講緊嗰個嘅喺管理人嘅角度嚟講咧，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個信仰嗰個信眾越嚟越少啊。咁有咩辦法咧？就係話咧，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不如咁啦，要將嗰個嘅神靈嗰個嘅神蹟咧，或者個神個職責我哋講佢嘅神蹟嗰樣嘢咧，要擴展下先，即係轉型下先。可能咧，其實嗰個神本身咧，其實有好多地方都好叻嘅，只不過咧，我哋只係過去淨係睇得到佢係有呢種嘅神能嘅啫。舉例，譬如話三太子咁樣深水埗三太子佢點解會有呢間廟啊？因為當時有鼠疫有疫症，於是咧當地嘅石像就請咗佢哋家鄉嘅三太子嚟驅瘟咗之後，就建咗個廟去供奉。咁呢個好典型嘅一個嘅建廟故仔啦。咁但係隨住時代嘅發展，你就知道啦，依間即係冇咁多瘟疫㗎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你係驅瘟嘅話，即係舉例啦，喺30年代你仍然見到都有呢種嘅活動咁樣就會請個菩薩出去，即係水陸出巡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講緊喺以前嚟講，即係個50、60年代，你仍然聽咩霍亂橫行點。但係呢啲嘅隨住個社會進步，呢啲嘢都慢慢消失。咁即係話咧，呢個嘅信眾上邊咧越嚟越少啦咁樣。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喺嗰個嘅80年代裏邊咧，你會見到呢啲嘅神靈咧都有啲嘅轉型喺度嘅喎。咁我哋點樣睇到咧？就
其中一個咧，呢個係1980年嚇，即係一個嘅廟宇嘅指南，佢就講緊呢一度地方裏邊咧嗰個嘅廟啊，佢形容依間廟裏邊咧，多數係拜嘅咧係家庭主婦喎，係嘛？咁咧另外咧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哋有啲除咗拜神之外咧，仲中意問米嘅喎，咁樣咁啊當然啦，喺個行文角度，佢有對於呢啲嘅信仰上面咧，呢啲嚟講咧，佢就覺得有啲嘅即係唔係咁莊重啦，嗰啲咁樣啦。即係簡單嚟講，佢個信眾群咧好多咧都係咧即係有遇到有疑難嘅一啲嘅婦女咁啲婦女咧就去問佢哋嗰陣時候咧，根據嘅形容咧就係間廟出邊咧有好多問米婆嘅問米婆，咁咧就 stand by 喺度嘅。咁啊，你有問題咧就揾嗰個問米婆就入去間廟嗰度，間廟嗰度咧就睇你咩事啦咁樣。舉例譬如話有啲糾紛嘅就揾包公啦，可能你有即係關於嗰啲嘅即係求子嘅，可能就觀音啦，咁樣睇邊個啦咁樣。咁啊，即係所以咧啲服務分門別類嘅睇到。咁到而家嚟講咧，呢個三太子咧就即係變咗咧，就唔單止你知啦，問米呢個都式微咗啦呢樣嘢。咁變咗而家咧就好多，其中咧係有多嘅家長會去拜啦咁樣，因為你知道三太子即係哪吒係個小朋友嚟噶嘛，以前都跳好頑皮噶嘛，最後佢都係得道成仙係嘛嗰個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有一啲嘅儀式咧，專係咧幫嗰啲嘅小朋友咧變乖嘅。哇！犀利嘅儀式，哇！呢個價值貴啊！呢個儀式叫綁馬腳。咁其實意思即係話唔係話即係有時好多好活躍嘅又唔聽教唔聽話嘅做咗呢個儀式之後咧佢就會慢慢咧就乖啲㗎啦咁樣。咁所以有個儀式叫綁馬腳咁樣。咁而依間廟裏邊，大家會睇到就係因為呢個華廟會管理啊嘛，佢就唔可以好似東華咁可以咁直接咧去做一啲嘅即係活動，或者佢想做一啲嘅即係推廣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咧，佢喺依間廟裏邊咧係喺每年咧，佢哋另外有一個嘅活動，就係做一個叫即係文昌嘅開筆禮咁文昌開筆禮就係咧，佢唔係供奉關嗰個嘅三太子事，而係隔離佢有北帝廟嗰度咧有個嘅即係有個文昌帝君，咁佢哋咧就搞一個叫做即係文昌開筆禮啦咁樣。但係呢個亦係一個新嘅服務客群嚟嘅，就係咩嘢咧？就係咧你要發覺咧，從來最容易揾錢係咩啊？細路仔啦，因為唔係細路仔容易揾錢，係啲家長願意俾錢係咪啊？如果同佢講個拜咗之後會乖當然啦，大家都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啦，係咪嗰個心態啦咁樣。咁所以呢種嘅活動咧，其實喺近年咧係幾興嘅。唔單但都係搞先咧，就唔係華廟會，係東華三院搞先嘅。後來咧華廟又搞，甚至咧你會見到啦依個啦，摸下個文昌筆咁樣就會咧個人咧就會即係才思敏捷啦嗰個咁樣啦。咁樣所以你會見到排晒隊嘅咁樣賣埋廣告嘅。但係你會睇到呢個嘅推廣嘅信仰咧，佢唔係同嗰個嘅主神信仰有關嘅。你見咧係喺嗰個信仰以外嘅一種嘅推廣咁樣咁而你會睇到啦，唔單止淨係講緊係work 即係我哋講緊華廟會又搞，東華又搞，當然啦今次嘅贊助商嗇色園都搞咁樣，就搞咗個開筆禮咁樣啱啫。其實啱佢就9月先搞完。佢哋咧好醒嘅，呢個咧就係東華嗰個咧就喺12月搞嘅，就係考試季節搞。呢個亦係策略嚟㗎。開筆禮咧就開學時候揀。呢個啦就係咧咩時候搞咧？有孔子誕嗰度搞咁樣係啦。咁樣所以呢個亦係個定位嚟，即係你會見到一個特色㗎。我哋講緊一個嘅即係而家個廟宇嗰個嘅推廣上邊咧，反而喺個主神推廣上邊咧，唔係一個最好嘅策略，而係衍生嘅一啲嘅服務。即係舉例，譬如話，係
針對住唔同嘅一啲嘅客戶，舉例譬如話小朋友嘅，反而佢用嗰個嘅文昌嗰個嘅開筆禮，孔子嗰個開筆禮係咪？跟住佢哋好多人去參加㗎，即係我嗰次，因為嗰陣時候佢每一次佢都揾啲嘉賓啊嘛，咁啱啱嗰次就揾咗又係揾咗我去即係做嗰啲主禮嘉賓咧，每次都揾啲唔同嘅人喺度去噏幾句嘢嗰啲咧咁樣，咁我就當係一個觀察去睇咗，哇！有好多嘅家長帶埋小朋友，哇一齊嚟參與喎。所以某程度上就話咧，你會見嗰個信仰而家嗰個嘅信仰嗰個嘅發展上面咧，其中一個嘅狀態就係，咦，都係離唔開嗰個同嗰個功利好有關係，求財啦、觀音借庫係嘛？另外啦，就係第二就係我哋講緊就係你會見到小朋友啦，嗰個嘅即係嗰個愛護小朋友心係唔會變嘅咁所以咧呢個咧亦大行其道。咁呢個亦係我哋會見到一個嘅變化啦咁樣。咁另外就係觀音借庫啦，你會見到哇大排長龍喎，係嘛？但係你會睇到大排長龍嘅係即係觀音借庫，但係相對嚟講，你會見嗰個觀音誕咧，唔係個人流唔算多。嗱，呢個就反映到嗰個嘅即係嗰個嘅轉變啊，信仰嘅轉變啊。其實你會睇到，即係我哋當然啦，我覺得哇，都係真係苦笑啦嗰個狀況。咁但係你會睇到就係話，大家嗰個嘅對於個信仰嗰樣嘢咧，係大家唔會再係純粹就話我去依間廟，因為呢個係觀音，我去拜佢，反而係因為我有某一啲嘢想祈求，而某一個儀式可以幫到我就可以做啦。舉例，另一個喺好多廟宇裏邊而家好興嘅新嘅建設裏邊，多數有嘅咧就係攝太歲。點解咧？亦係啦，你諗下嗰個客戶層面係好闊嘅，任何人都有個太歲噶嘛，即係你點都可以實中㗎，係咪先？係嘛？咁你總會你會見到又會有犯太歲，又話你乜太歲，係咪啊？你實會中㗎喎。咁你只要去得嗰度嘅地方嗰度，可以做到個儀式咁樣，咁你自然你覺得個今年好似 OK 喎。咁慢慢你就有嗰個嘅同個廟宇裏邊有嗰個嘅關係喺度，你拜開嗰個太歲，你又自然拜埋個主神㗎啦，都要插翻支香㗎，係咪？咁樣咁所以你會睇到嗰個嘅即係轉變嘅出嚟咁樣。咁所以呢個亦係有趣，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反而想講即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嗰個嘅環保呢一樣嘢。環保就係呢個亦係我哋講緊喺即係現代嘅管理裏邊，其中一個嘅課題就係要同個普世價值上面咧有一定嘅狀態咧係有衝突位嘅。即係舉例，我拜神自然要燒香啦，你自然要化衣啦，係咪啊？咁其實某程度上，你做誕會有噪音啦，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喺一啲嘅廟宇管理裏邊咧，其實同樣係要面對住呢啲嘅問題，點中間裏邊攞一啲嘅平衡。舉例啦，譬如譬如嗇色園嘅，其實好早已經推廣所謂嘅綠色廟宇啦。咁另外譬如東華嘅，佢哋就會用其他方式去代替。舉例譬如有個叫功德狀即係你唔好用嗰啲好大型嘅衣包啦。功德狀去將嗰個你想要祈求嘅嘢化出嚟唔緊要㗎，到時咧一樣有道士開光㗎，咁樣一樣得㗎，咁樣即係透過唔同嘅儀式代替咗另一種儀式去處理。咁呢個亦係一個嘅即係聰明嘅做法啦。你會見到啦，即係入功德狀剔附薦包交叉係嘛？即係用呢啲嘅方式去做啦。咁甚至而家有個狀況係咩咧？因為而家多咗啲人咧去做一啲嘅推廣啊，即係佢譬如通井園佛會咁樣啦，咁佢係濟公嘅，佢拜濟公嘅，咁佢好中意搞一啲推廣活動，唔單止做慈善嘅，佢好中意做一啲嘅推廣佢嘅信仰。咁其中一個方式咧，佢哋搞一啲破劍力士，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報紙啊？就係咧，佢破劍力士，大家一齊着晒啲濟公衫去破嗰件力士咁樣。呢啲嘅故仔，咁但係有個狀態就係話咧，咦？
我即係會考慮到就話，咦你做好大堆頭嘅嘢，有機會會產生咗一啲嘅物品你唔要嘅喎，咁係咪可以再利用咧？咁樣即係舉例，譬如今年佢哋其實今日咋，其實今日仲喺度搞緊嘅，就係一個嘅仲要係依個時間，依個時間其實啱啱就係國際嗰個嘅濟公節，佢哋喺維園嗰度搞咗。咁作為一個嘅即係我嘅工作咧，就係即係除咗文化保育之外咧，咁另外我係一個環團嚟噶嘛，咁點樣協助佢咧？就舉例，佢本身有好多嘅鞋嘅，你知唔知？佢做破健力士，佢哋要買晒成套嘢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收咗佢啲鞋，咁然後咧就愛嚟咧做一啲嘅工作坊，做啲工作坊，而家就直頭咧喺佢哋嗰個嗰度，佢而家喺度，頭先我知，就喺佢濟公節嗰度咧，就做咗攤位，就將嗰個嘅啲鞋就俾嗰啲參加者咧，有啲參加者咧將佢咧自己做自己嘅一個嘅特色嘅鞋咁樣，咁啊俾佢哋咧有個嘅認知。嗱，依個亦係我哋講緊喺做廟宇嘅管理裏邊，其中不可忽略嘅一個推廣廟宇嘅一個嘅狀況。咁但係當然又會衍生咗另一啲嘅問題，就係嗰個嘅即係環保啊，或衍生出嚟一啲社會嘅一啲嘅問題。咁所以呢個亦係即係需要即係去解決咯咁樣。咁最後啦，我反而想講一講就係最近嘅一個嘅即係魯班廟啊。魯班廟大家你都知道咧，最近啱啱咧就成為咗法定古蹟啊咁樣。咁啊魯班廟即係三行會拜嘅一個嘅行業神啦，係嘛？咁香港有好多行業神嘅，有好多行業神。咁啊魯班咧，其中都有好多同建造業有關嘅即係嘅都會拜佢嘅行業會拜佢嘅咁樣。咁啊不過魯班廟咧，其實喺香港嚟講，主要主神有嘅話咧，其實咧就係喺市區咧，主要就係講緊西環個魯班廟。咁啊最近有發掘到就係話灣仔嗰度曾幾何時有嗰個洪聖廟嗰度咧其中一邊咧其實係做過北城侯廟嘅，即係魯班廟啦。咁而魯班先師廟咧，其實而家係港粵堂咧去管理，即係隔離呢度呢個。咁啊，佢哋最初係木匠行嘅行業嚟嘅，咁後來而家轉型啦，即係木匠都即係好難做噶嘛，係咪而家？咁變咗咧就係佢好多係建築行業嘅咁樣。咁佢近來嚟講咧，比較我覺得值得去睇啦。咁嘅時間關係，咁佢哋魯班誕咧，其實佢哋會6月13號會搞。咁啊，而佢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咧會喺2014年開始咧，佢哋係做咗一個嘅幾得意嘅嘢喎，就係做咗一個叫青年魯班選舉。青年魯班選舉，佢個形式上面咧就係咧，佢會聯繫咗建造業訓練局佢哋。跟住咧，同業界裏邊又有聯繫，咁就挑選一啲嘅喺行業裏邊嘅年輕人啊，有表現卓越嘅啊，咁佢哋公司可以推舉，咁最後咧就經過評選之後咧得獎咁樣，就喺嗰度咧搞一個頒獎典禮。其實咁呢個裏邊，我哋會睇到就係嗰個頒獎典禮裏邊咧就好興盛啦，好多人啦咁樣。但係另一方面咧，某程度上咧係拓展緊佢哋個信仰群嘅。你諗下就係你嗰班人就係其實就係本開三行工人，就本身做建造業嗰啲人就本身就係拜魯班。不過大家因為時勢易啦，大家唔會再拜。但係透過去舉辦一個選舉裏邊，大家一班人又會聚埋一齊喎。咁變咗佢哋就會重新對於呢個信仰裏邊咧有一定嘅認識啦。所以佢實要拜㗎，係咪？入到去你既然嚟頒獎啦，咁啊之前咪大家拜下咯，係咪啊？即係都會拜下㗎咁樣，咁啊甚至啦，你會見到啦，而家隨住佢哋嘅推廣之後，變成咗所謂嘅法定古蹟啦咁樣。咁啊之前仲搞埋一個嘅展覽，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我覺得係好精彩嘅，就係咧佢趁住佢自己重修嗰陣時候咧，拆咗嗰個嘅屋脊，然後將個屋脊擺咗去嗰個嘅探知館嗰度做展覽，因為好少會你可以咁樣睇到啊，咁近距離睇到啊，咁同埋咧佢嗰個屋脊咧嗰度咧係正面背面都有古仔嘅，係封神講緊係封神榜嘅古仔，哇好靚，所以
咁所以你會見到啦，就係我哋喺嗰個嘅廟宇嘅管理上面咧，其中一個嘅狀況就係拓展嗰個嘅信仰群裏邊咧，其中一個魯班廟一個嘅示範，我唔知道一個係咪真係好成功啦，我唔知道，因為有待觀察。但係某程度上，你透過依個嘅舉動就可以拓展到嗰個嘅即係可以將一啲嘅重新你嘅受眾。有機會成為你嘅受眾嘅人，重新聯繫埋一齊。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聰明嘅一個嘅即係做法咯。咁樣。咁時間關係啦。因為得個半鐘啦咁樣。今次嚟講，我聚焦咧，主要就係用香港嘅經驗，即係用香港嘅一啲嘅廟宇嘅案例，同大家做一啲嘅簡單嘅分享啦。咁但係喺裏邊咯，我唔想俾大家有個誤會，就覺得現代嘅廟宇管理同我哋講緊傳統嘅廟宇管理，可能純粹揾一個廟祝去管理嗰個係一個嘅唔好嘅做法。現代就好，我唔係想將佢做一個嘅對比，而係我只係想將而家嘅一個嘅比較現代化嘅管理嘅考慮到嘅一個狀態去分享俾大家睇。因為同樣地，鄉郊裏邊亦有好多廟係好興盛，都係廟祝去管理嘅。咁只不過就係話我哋會睇到就係話喺而家現代社會裏邊出現咗好多嘅挑戰同埋危機，同埋好多嘅狀態出現。所以喺呢個狀態底下呢，係咪要有一啲嘅新嘅方法、新嘅思路去處理呢？呢一個就係我想今日同大家掟出嚟嘅一個嘅問題咯。時間關係，今日分享到呢度，多謝晒大家。各位朋友有冇問題要提問嘅咧？係黃教授你好。OK。兩個問題簡單。第一個咧，想請問下咧，華永會同華廟會係咪唔同嘅機構咧？因為我要用家嘅家屬問嘅。OK。第二個咧就係想問下大埔丁角勞動子村嗰個慈山寺係咩性質嘅一間廟宇，係邊度管理嘅咧？好奇想問啊。私隱嘅嗱其實喺個華人廟宇條例裏邊咧，佢對於嗰個嘅信仰無論民間信仰、道教信仰同埋佛教信仰，佢冇一個嘅名稱上嘅分野。佢有列咗所謂寺道觀，對於佢嚟講都係中國人，即係喺佢角度都係中國人嘅，即係佢哋嘅信仰，係佢哋嘅信仰咁樣。咁所以喺其實慈山寺其實係屬於私營嘅，佢哋一個嘅唔屬於即係嗰個即係華廟管理嘅一個嘅寺院，係啦咁樣。講開不禮咧，同埋觀音借庫，即係講緊嗰個信仰模式有啲轉變。咁我想了解下，而家都好多人中意寵物㗎嘛，係啦，即係寵物過咗身又會好傷心咁。有冇一啲廟宇係有咁嘅對應啊？對於寵物，我了解其實係有一啲嘅廟宇係有做呢啲嘅法事嘅咁樣。咁當然啦，好多時就唔係直轄廟宇去做啦，或者係委託廟宇。好多有啲私廟，我相信佢哋係有呢啲承辦嘅咁樣，甚至可能有一啲嘅殯儀商佢哋有一啲嘅友好嘅即係團體宗教團體係會幫佢哋手去做呢啲嘢咯，咁樣咯，會有做呢啲儀式咁樣咯，係啊，咁都通常都係咁噶啦，有市場就有有供就有求有求就有供咁樣嚇。係你好，我想問咧就係、我上個星期喺車公廟咧，就見到有一個着道袍嘅，即係着晒白褂嗰啲咧，有道袍嘅，就帶住一個善信，即係普通人啦。咁佢就嗰個道，我叫道士啦。咁佢就叫個善信，你揸支香，佢自己係念念有詞啦，就去到呢度就三股公，嗰度三股公咁樣。我想問呢個道袍着道袍呢個人係咪廟祝？佢呢個係裏邊廟裏邊嘅其中一個工作人員。咁即係話仲有其他人？有係冇錯。咁即係廟祝係唔止一個人嘅。
我哋講廟祝，即係嗱，我哋用一個比較即係理解就係、個廟祝咧就去負責去管理晒成間廟嘅。咁但係咧裏邊都有好多嘅工作人員，舉例啦，譬如解籤嘅，係咪？係啦，都有唔同嘅組啊，所以咧你會見到，尤其啲大嘅廟咧，細嘅廟你當然一個人可以包辦晒啦咁樣。咁但係好多嘅廟嘅咧係可能佢有其他嘅即係拍檔啦，我哋叫拍檔啦。佢咧就拍住個咧解籤好叻嘅喎咁樣。咁啊，所以咧有啲咧就去做儀式嘅咁樣，咁亦有一啲廟係一腳踢嘅咁樣。咁啊，舉例譬如我即係之前做調查研究嗰陣時候，舉例譬如鴨脷洲有個水月宮咁樣，咁嗰個廟祝都好老㗎啦已經。咁啊，佢咪就係會幫手着埋道袍，又做儀式又幫手開燈熄燈，又做埋係啦，又幫手幫你去退下神，又會有即係會做呢啲嘢咯，一腳踢。咁睇嗰個廟宇嗰個嘅規模咯，係啦。多謝黃老師咁精彩演講啊嚇！咁我都有樣嘢請教，即係我認為呢廟宇管理係的確係需要現代化嘅。咁啊，首先咧，我睇過嗇色園啦嘅嗰個管理非常之有系統，佢組織咗有限公司，所有個財產管理啊，全部係非常之嚴謹嘅。用錢因為都要贈啲書養啦，佢雖然係有錢，使用錢嘅時候係非常之嚴謹嘅。咁啊，我講一講我嘅經驗。我好多年前呢，我就因為無知啊，冇收過你個課程啊嘛。咁有個中文系嘅女仔呢，就想做，佢話觀音借庫咁得意嘅呢樣風俗，咁佢就想做一篇論文。咁我話好啊，咁你咪寫咯。因為我係冇民族即係嗰個現場嗰啲經驗啊。咁我話你可以不妨試下約個廟祝訪問下佢啦。點知去到咧，俾個廟祝咧係粗言穢語鬧到死下。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呢咁多年嘅嗰啲廟祝嘅水平應該係起碼文化水平係提高嘅。係，其實而家唔係咁嗰個其實個廟祝嗰個粗言穢語啊，呢啲咧都同個人品都有關嘅。你問我咁啊，但係咧其實你會見到即係特別我哋講緊直轄廟或者係一啲嘅委託管理，譬如東華啊，譬如嗇色園啊嗰啲比較有規模嘅咧，佢哋嗰個嘅要求上面咧係高咗嘅。咁甚至咧，因為而家真係咧，你有部分嘅唔係做廟祝啦，但係有啲嘅工作人員咧，其實之前都係讀嗰個廟宇課程嘅。咁變咗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即係你唔好講啦，起碼你知識上面會有啲有多啲認知咧，唔好連個神係咩神你都唔知啊，係咪先咁樣？咁即係都會有。下次會去修讀你嘅課程，點解咧？因為我咧都係雖然我哋呢度唔係宗教信仰啊，係有文化信仰，我都係呢度嘅廟祝嚟。係冇錯。咁因為冇咁嘅知識，所以管理得唔係幾好，一定要上你啲堂。喂，咁我哋多謝黃老師啦。係多謝晒，因為有機會再同大家見面。